是调查头，继续来看到苗栗县最近传讲有几个经过小调查头，经过检查一个吊监视器的画面，发觉讲查仔敢若是男扮女装，想讲安尼人才袂注意到伊。上课时，佫假sen是学生囡仔的时代，走入去国小的教室内底偷摕物件，引起校校抑个时代拢足紧张。校校落尾嘛公布规个过程，呼吁大家来指认，做伙来掠贼。检察讲已经掌握到查仔的身份，即马等咧掠人。受害校校监视器翕到下晡2点，一个穿上男扮女装的嫌犯，戴着假头毛、帽仔，佮有喙暗，对校校大门探过运动场，伫咧教室1、2楼中间来咧观察环境，发现教室内底有教师的票包啊，趁着无人，随着对后门入去教室内咧偷摕物件。有到时候我要找我的卡片来打客服的，就发现我整个皮包是不见的。防偷摕物件的教师指出，上课期间接到手机啊通知，讲有10外万的旅客要找信用卡的时阵，才发现票包啊无去，连现金大约有2、3千块，健保卡、身份证这些资料拢总无去，随着来通知银行停止。校校表示，这个贼仔假做是家长，故意予人认袂出来，可能是关切，真实是校校的运作情形。我们学校就是蛮多家长来接送的状况，对，然后所以呢，我们一开始是以为说是那个家长偷摕物件了后，随着对2楼真紧行对校校的大门，过程当中有学生甲伊相闪身，这个贼仔嘛同款是豆豆仔行。经过通报才知影，上少已经有2间校校受害。苗栗县教育处除了通知各中小学加强大门的管制，嘛提醒校校爱注意无熟悉的人以外，嘛呼吁民众协助来指认这个贼仔，互警方会当赶紧将这个贼仔抓到，互大家较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